今日欢迎这边后礼拜二就要收会。那针对明年的总预算案，朝野是继续的协商。南甲北是提案继续阻挡，还有3部会业务费干那留1块。民进党团就批评讲，这根本就是咧乱台。因为行政院长杜永泰今日是亲身出面来说明讲这总预算的相关问题。立法院按算日已休会，不过11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要卡伫立法院。在野党立院党团最近表态，会大幅度减低各部会文宣甲业务的费用，亲像南亚立委提案，要甲100亿节能家电的补助抬掉，嘛甲农业部的业务费抬甲剩1块。农业部烦恼会冲击劳动津贴的发放，行政院长杜永泰10日嘛亲身出面说明。114年已经开始了大半个月，但是总预算迟迟未审查完毕。中央政府的预算的运作出现了诸多的不确定状况。不过，南亚反击讲，行政院开记者会，不是展现沟通、甲争取预算的诚意，但都是牙关调野对起来进行。你要协商变成开记者会来协商哦，那不是非常奇怪？所以现在行政院他不是想要争取预算，他只是要搞对抗。党团会提出对预算的删除的提案，主要应该就是行政单位对于包括委员、包括民众的事务，他可能没有做好良善的处理。他这个个资保护筹备委员的全删，国民党也一直在说哦，个资必须要保护什么，结果他把它全删，那全删就不用运作了。公民团体批评总预算拖到去年的11月中才审查，过程当中还佫用时间处理政治争议的法案，部分的立委也甲预算提案当作是市场咧化价，变作是政治保护的工具。立法院的预算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，甚至连政府部会的基本开支都遭大幅的删减哦，瘫痪我们行政机关的运作，导致政策无法推行，政治算计取代了专业审查。总预算案目前有3000多案需要表决，虽然立法院已经展开马拉松式调野的协商，不过休会进程敢会当完成总预算案的3读，是引起大家关注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